少年遠離毒品嘅日常方法。方法一：遠離是非的場所。方法二：起居飲食須有定時。方法三：多加運動，強身健體。方法四：遠離損友，正常社交。方法五：揾到興趣，舒緩情緒。方法六：參加活動，積極向上。方法七：謝絕陌生人的食物。方法八：同家長溝通，親子玩樂，遠離毒品，你做得到。